其實即係好多謝出嚟投票嘅市民啦，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區因為佢嗰個形勢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就唔敢講係因為即係我個人嘅一啲可能我個人嘅問題啦。咁其實我覺得係要多謝出嚟投票嘅市民，無論佢投俾公社兩黨嘅候選人定係投俾大專營咧，而我都多謝佢出嚟投票。另外我想回應咧就係即係而家我哋即係阿林瑞麟局長佢就話呢個公投係嗰個投票率就低啦，係不得民心。但係咧，其實呢啲説話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因為由公社兩黨提出5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咧，政府已經不停咁樣去抹黑打壓呢個公投運動。今次我哋見到選舉事務處有好多缺失，好多小動作，例如我哋見到有好多選民到選嘅日都收唔到投票通知書，又或者有啲票站咧係要去啲好偏遠嘅地方投票。咁甚至其實睇翻而家最近我哋見到尋日曾蔭權又鬼鬼祟祟去出一個聲明，就話佢唔會投票。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覺得咧，政府係冇權喺呢一個時候去講呢啲説話，因為就算投票率都低都好，而家我哋香港都係有幾十萬嘅市民明確咁樣表態咗要2023普選同埋廢除功能組別，政府係一定要面對呢一個民意。而且咧，我哋亦覺得咧，其實其中一個影響5區公投市民嗰個信心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傳媒嘅冷處理。其實5區公投佢成個運動，其實傳媒一路都係好冷處理啦。我哋見到得一個電視台係搞咗選舉論壇，而其他嘅文字嘅媒體咧，其實佢哋嘅報導都係非常之少。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我哋大專營要出嚟都係抱住一個即係盡量做嘅心態，去令到市民可以多啲喺參與呢個運動入邊，最後去投票。我哋覺得咧，就算投票率高又好，低又好，大家可能個準則係唔同，但係咧516係一個開始，唔係結束。我哋一定要繼續去動員市民喺6月23號政府個政改方案通過之前，要集結市民出嚟去為政府呢個爛方案咧去提出壓力嘅，因為我哋覺得咧小市民已經係不能再忍啦，一定要廢除功能組別，冇得再拖。